你进好今年呢，从那要生活了，进么？叫今年呢包了生活了，生活，那现在叫生活啊，容易让啦，不容易让啦，你找排乱，对嘛？叫今年呢，今年生活了，现今年到某那还得生活，你吃饱了，有么刀棒，什么解棒，你今年吃饱生活哦，进么？你今年吃饱生活到某那了，对呀，那些哦。我今年吃饱生要生活了，无论那哎，我对他呢，还得我们阿美加个说的，半年我到来原那几门地呢，我搞百十半年，原那几，俺们到人地那啦，那去干去。但他们阿美加呢，只系半岛呢，一人把多是，怎么？被么做波的烂土，们阿美加呢。你走药就去啊，走药那去就问题了啊。被风你家就到班了，就他们生活才把被就去啊头了，被到班了，他的电路他们你家把那去啊问题都啊，你才把生活就去啊了。18个木了，18个去啊，那去啊唔到人地。怎么？这去年了要生活了，去年到不到了，这去年要生活了，很悲。我嘛嘞，就一讲那个没巴到了去，写的叫了一就么难地了，这里要经地了。我这有个么没干说的巴了，一两多是呢，是要2是要。通不了没个对啊，把药店一走这么多人地嘛，这去年了啦。然后没嘎嘎了嘛，巴了要到巴了，要说的要到8年么了。中间你了还有给了是，你还得啊，起码那去年人地那，但是嘛你学过了，今天这里了还领导了，你还有给了。这但他们没嘎这里。这了，这梦里家到8年，没有那些我做人的去了。那18这也起码那地的点了。OK， 再拿去喽，那些到喽，别到药了。